毕业生代表郭大伟同学。全体毕业生请起立。在座的来宾、牧长、教师、同工、学弟妹与同学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能在这里代表全体毕业生跟大家说几句话。首先，我想代表毕业生感谢这间学校里面最不常被纪念，而且最常被碎念的行政同工还有校工。因为如果少了他们，我们会在一个垃圾满地、杂草丛生的校园里面，我们光忙着处理那些在学的行政事务就饱了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学习。这些行政同工跟校工，他们就像篮球场上，如果我们有看 NBA 都会知道，有一群人他们一定会拿着拖把，然后在那边一直拖地，一直拖地，把场上那些球员的汗水拖干。因为这样子，这些球员才不会因为踩到自己的汗跌倒。很感谢这些行政同工跟校工，因为有他们，我们可以专心的在福音的球场上面奔跑。我们这一班在疫情升温的2020进入台神，当然其他的学系可能是不同的时间点，但是我们都一起经历了疫情。这段时间很感谢老师们在这么艰难的时候陪伴我们、指导我们，而且更感谢的是，老师们其实不只是在教学的当下言教、身教，他们也一定不断地为着我们每一位同学祷告，期待我们的现在与未来在福音的球场上持续的奔跑，持续的使基督的名得到荣耀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是我可以有这个荣幸代表各位毕业生来感谢大家？或许是因为我的妻子银轩跟我们一家在台神共花了6年才完成这个道硕学位，所以过程真的比较曲折。那么其实这段期间，我没有一刻不想要放弃。现实永远可以给我们千万万的合理理由，告诉我们不可能，告诉我们说你放弃吧。但是让我们继续下去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：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来。在校的学弟妹，或许你现在在各样的压力之下，感受不到起初进来的热情，你们可能被疲惫、疑惑、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其实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在职业赛事的场上。当我们进入职业的赛事，强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往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请大家环顾四周，看看周遭的队友，还有我们这些过来人，或者是台上的老师、牧长，我们不是孤身一人在场上，上帝的恩典，还有各位弟兄姐妹，都跟我们一同在场上奔驰、防守、进攻。接着要恭喜毕业班的同学们，我们接受了专业的训练，我们终于可以踏进福音的球场，在板凳区等候指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好像坐在板凳上面，看着前面耶稣站在那边的背影，然后我们看着场上战况激烈，然后我们心中会不会这样想：我好想上场为主打场好球啊！然后我们实在心急如焚，我们忍不住去拍拍耶稣的背，说：“教练，我想打篮球，请差遣我。”这个时候，耶稣会转过头来对我怎么说？大伟，对不起，你得待在场边，因为你就是教练，你就是教练。嘉安，你就是教练；维德，你就是教练；浩林，你就是教练；慧玲师母，你就是教练；恩宏，你就是教练。我们每一个从这里出去的人，在教会、在福音的比赛场上，我们就是教练。
一旦我们投身牧养，我们的身份其实就是教练。教练跟球员有非常多的不同，但是最大的不同是，球员可以专注在他的那一个比赛上面，但是教练要做的是帮助所有的球员全心投入比赛。所以，教练需要更加专业、更有纪律，不断学习，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判断。让球员可以信任，让团队可以顺利整合、顺利合作。教练也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行政、会议、杂务，为的就是让场上的这些福音选手专注比赛。为主耶稣当好教练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，我们更要能够体会我们的老板主耶稣基督的心，用他的心来带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球员，帮助他们在基督里的潜力可以完全发挥。当我们到了未来服事的合场，我们会看到这些球员，他们的现状是什么呢？他们可能是能力很强，可是却没办法跟人合作的顶尖好手。他们可能很有潜力，但是陷入伤病，陷入自我怀疑。他们场上可能表现得超棒，可是在场外问题多的让我们觉得很难堪。当我们觉得这些跟我们同在的球员很难搞的时候，请我们一定要想一想，他们也是我们的老板主耶稣选来跟我们一起同工的。他因为只有主耶稣知道他们这些球员跟我们同一队，能为主耶稣打出多么精彩的好球。各位毕业班的同学，愿我们今后的生命为主耶稣当好教练，帮助属于主的选手可以专心投入福音的赛事，让基督的名在世上得到荣耀。感谢大家，毕业生请坐。